詩歌有街主持漢陽。Hello， 大家好，我係漢陽，歡迎收聽詩歌有街，祝願大家主內平安。今日嘅嘉賓依然係有李石宏 Clement， 我哋嘅大監製，監製個節目都有監製啦，都唔大噶啦，其實。咁我節目你係監製，咁你係最大。我播咩歌啊，咩內容都要話頭都要你，一個唔該你剪咗我點算？咁我想問阿 Clement， 喂，講開音樂啊，我上次講啦，你中意唱歌嘅，係。咁你喺學生時代，你喺音樂上得過獎，但係屋企人又話唔算好大力鼓勵，點樣唔鼓勵咧？其實都幾矛盾嘅，即係我都由細到大都多謝屋企嘅，即係都多機會俾我去有揼錢俾我去學啦，即係可以即係學音樂，學得最多係學琴啦，但係其實唔係我中意嘅嚇，咁被逼學咗8級定演奏級？我就頂到7級，我就話我點都唔制再繼續學，因為我真係好唔中意，即係我覺得我自己中意音樂，我覺得我應該係花多啲時間落其他嘢，譬如我中意作曲，又或者我中意唱歌，或者我中意玩其他樂器，即係總之搞呢樣搞嗰樣啦。咁如果即係將同樣嘅力度擠落其他嘢度，咁或者可以再擺得啱啲咯個位。咁但係即係傳統屋企都係噶啦，或者佢哋唔識其他，咁就嗰陣時個個都係學琴，咁學琴人學琴，你咪學琴咯。咁所以就無論你點講話，唔啱啊，我唔想學，咁佢就話冇恒心，即係半途而廢，咁就焗住捱咗10年啦。咁之後就話我已經交咗功課啦，10年噶啦。我之後我想學自己想學嗰啲嘢，咁就學過打鼓啊，學過少少吉他，即係嗰啲作曲啊或者唱歌都即係樣樣都掂過下啦，即係中意玩音樂，係嚇，中意同人可能夾 band 啊，參加比賽啊咁樣咯。咁但係你話佢哋唔鼓勵係邊 part 我？嗱，咁當你譬如話可能係參加啲比賽，係啦，所以就係矛盾啦，即係佢會俾你學，但係你譬如你攞獎項，咁佢話咁你係咪想唔讀書啊？又或者同你講話都係傳統啲啦，即係中國人啊、華人都係啦，咁就咁音樂揾唔到食嘅喎，都係讀翻一科，即係做大學生好啲啦，咁樣咁就會令到你覺得係嗰啲係不切實際咁樣咯。因為我自己有啲朋友係同我一齊長大咁樣，可能最初跟同一個老師啦，咁佢話：咦，你咁中意玩伴奏，中意玩流行曲嗰啲咧，你可唔可以教我2度啊？咁樣即係大家嗰陣時都未真係去出邊學啲流行音樂嘅嘢，咁但係你可唔可以教我2度？咁我教咗佢2度，咁但係後來人哋屋企咧就可能係佢中意呢範多啲，我就鋪排佢即係學流行音樂嗰啲嘢多啲啊，又或者唔介意佢可能就算大學都可能讀音樂啊咁樣，咁人哋個發展會後尾就快啲。咁當然我冇得羨慕人哋有咁大成就，可能做咗嗰啲巨蛋音樂會嗰啲音樂總監啊咁嗰啲，但係人哋係用咗好多努力，又或者係太愛音樂，可以淨係做音樂，乜嘢都唔理。咁我冇人哋咁愛音樂，咁但係我都覺得而家自己都唔差，即係我唔係你當然而家唔差啦，唔係直接做音樂嘅嘢，但係我做電台我都係推動音樂咯。你直頭係幕後一手，係即係個角色唔同，都冇離開過音樂咯，係咯。唔係，其實我呢度我想分享下嘅，大家其實即係知識改變命運啦。因為其實我同你一樣，我又係細個嗰陣時，不過我好啲。我屋企人就乜都 support，咁我又係其實就算係去到音樂呢，我個人覺得我都覺得唔應該係填鴨式嘅，係因為你冇理由一個套餐俾個個食嘅，係啊，我早過你，我捱到5級已經捱唔住啦，咁但係你問我嗱，又講翻轉頭，我唔係唔中意音樂，其實我唔係唔中意彈琴，可能我係如果我一開始我就係學伴奏。學乜嘢嘅話，可能我已經即係唔好話我勁到孫偉明嗰啲咁樣，但係起碼我即係諗到乜彈乜，已經係去嗰啲，而唔係仲喺度望住粒豆豉唔知做乜。即係嗰啲學琴係掛住考級啊嗰啲咧，我覺得好冇意義啊。嗱，如果我本身生出嚟，我係中意 classic。嗰啲古典嘅，咁又 OK 喎，我有行嗰條路，係啊，有可能我好細個又中意，屋企又俾我學嘅話，我可能變咗李雲
迪嘅唔係我即係咁講嘢，變咗李雲迪或者朗朗咁樣，咁或者我跟住我去教琴咧，我中意，起碼我中意啊嘛。但係我有時好慘一樣嘢就係話，我好中意嗰樣嘢，變咗喺我練咗一段艱苦嘅時間之後，我變咗有少少好難聽呢句說話，有啲驚咗佢，或者有啲開始有少少厭惡，因為我覺得呢樣嘢係好慘嘅，所以我覺得而家嘅新一代呢一方面應該係好啲嘅，佢哋會無論阿爸阿媽或者係細路仔，佢會 open 啲，佢會願意去話俾阿爸阿媽知，其實我係想咁樣，因為行出狀元啦，樣樣嘢都可以做，做 YouTuber、KOL 都可以嘅年代，我覺得係即係打開心窗說亮話，寧願咁樣係會開心啲，好過屈住，跟住我死練，但係練完之後原來唔用噶，驚咗佢嘅。但係我都冇離開過音樂啦，雖然係咁，即係譬如話我自己做學生嘅時候，我仍然好中意聽流行歌，要買好多碟咁樣，咁亦都可能身邊啲同學冇我咁買得咁多碟，咁佢可能話：喂，你可唔可以揀啲歌幫我砌隻精選碟，即係得俾佢啊？咁樣嗰時 MD 啊，MD 一定得噶啦。咁所以嗰時我嗰陣時係 cassette 跟住就我覺得我正嗰啲歌咧，就幫佢哋砌隻精選啊。我好講究噶，我講究邊隻先邊隻後嘅。咁所以咧，其實唔覺咧，等於做咗個音樂節目噶啦。係咁所以即係唔覺要鋪排緊我而家做緊我嘅嘢咯。但好，咁今集就詩歌有街啊嘛。首先等我哋嘅大監製送第一首歌俾我哋先。呢首咧都係近排推出嘅，咁首歌就好耐噶啦。但係呢一個版本咧，我覺得比較完成度高啊。有你愛我呢首歌就係龔柯允最近一個重新演繹嘅版本。你是愛，你對我的愛從沒改，沒有因歲月改變，沒有因我最生厭，我呼喊你名字，你笑臉向着我，你一次又一次。你是愛，你對我的愛從沒改，就算今我有失信，但你的信實不變。我呼喊你名字，你笑臉向着我，你一次又一次。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存在。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重要。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人，被珍惜的一個。讓我知道你是愛。從沒改，沒有因歲月改變，沒有因我最想念。我呼喊你名字，你笑臉向着我，你一次又一次。你是愛，你對我的愛從沒改，就算今我有失信，但你的信實不變。我呼喊你名字，你笑臉向着我，你一次又一次。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存在。讓我知道我重要。有你愛我，讓我知道我是人，被珍
詩歌有街，詩歌有街，主持漢陽。嗱 Cameron 啊，喺美國讀書嗰陣時咧，你就遇上讚美之泉嘅牧師，佢都係 band 友嚟嘅。係啊。咁你跟住佢出隊去侍奉嗰啲啦，係。咁你就真正感受到敬拜嘅力量。係。咁但係呢一段經歷最深刻改變到你係邊一 part 可以具體啲講出嚟啊？係以前咧就喺香港啦，喺一間小教會裏邊啦。咁其實我喺呢方面都走得比較前，即係譬如我會研究邊啲歌係叫正啦，值得擺上台度用啦。咁亦都會即係總之有正嘅歌，我就希望可以喺個敬拜嗰個台上面用到啦。咁但係未必個個會睇到你睇到嗰樣嘢嚇，即係有啲人會有新歌啊。咁都唔唱翻舊嗰幾首，咪算咯，念口簧咪算咯。咁有啲人會唔明白，就會覺得，你又唔聽我意見嚇，我俾咗意見你，我要求咁，你又唔符合我嘅要求，咁會唔開心嘅嚇。因為我覺得我嘗試俾緊啲正嘅嘢啊，大家。咁但係你就指指點點啦，即係咁樣講，咁係會唔開心。咁亦都細個啊嘛，未證明到自己嘅時候，咁你唔聽佢哋嘅意見，人哋就會話，你係咪面虛啊？你係咪唔聽人意見啊？你係咪係啦？即係唔聽人講嘢咁樣。咁但係到咗去美國嘅時候，咁同呢位牧師咧，即係跟佢去一齊出隊啦。我哋美國嗰啲唔係間間教會有牧師嘅，即係有啲地方分得好散。所以我哋如果識音樂嘅牧師就更加罕有啦。咁所以就會周圍去出隊啊，去教人嘢啊，又或者去上台啊，即係帶一場聚會咁樣啦，音樂會咁樣啦。咁呢位牧師咁佢係台灣人嚟嘅，咁佢就都未必真係做啲好唔同嘅嘢，但係令我可以有一個師傅去跟咁樣啦。咁佢行一啲嘢，我去參與，我去同佢一齊去經歷呢樣嘢，咁就發覺哇，一首詩歌可以咁震撼嘅，可以咁起雞皮嘅。咁毛管動嘅，即係嗰首歌一齊去唱嘅時候，就好似上帝透過呢首歌同喺嗰個空間裏邊嘅人講嘢咁樣。咁跟住發覺，哇！真係我好直接有一個高手去帶我去跟嘅時候，咁我就感受到嗰樣嘢。咁我就可以到我翻嚟香港嘅時候，我就帶住呢個感覺去繼續去行咯。咁你翻到香港之後，就同 CMDA Anthony 就一拍即合啦。咁啊一路合作到而家，咁其實你哋合作嘅範疇係咩呢？嗱 ，Anthony 就係一個好有趣嘅人啦。咁首先點解我哋一拍即合呢？因為大家對喺自己教會啦，又或者香港嗰啲基督教音樂啦，大家都有一啲唔滿足即係覺得仲可以點樣可以做好啲呢？咁嘅時候，咁佢就個動員力好高嘅，佢諗到一啲唔滿足呢，佢就會諗啲方案出嚟解決佢啦。係啦，咁我呢就停留喺唔滿足嗰樣嘢，咁但係認識咗佢之後，喂，原來有方案㗎，咁我哋佢諗到個方案嘅時候，我咪同佢一齊去配合，一齊去推動咯。即係例如有一段時間香港係冇乜廣東話嘅新嘅詩歌，停留咗一段好一個階段。咁譬如話愛是不保留，突然間一首，咁但係之後就有一段時間都冇啦。咁香港人又會覺得有時啲外國詩歌啊，或者啲國語詩歌啊，咁幾正喎。咁有一段時間轉咗去唱嗰啲歌，咁。哇！咁你係有機會惡性循環，你出咗去唱咗嗰啲歌，唔再唱廣東歌咧，咁就搞到冇人唱又冇人作咁樣，咁就會萎縮噶咯喎。咁佢就會覺得唔得嘅，我哋香港人都要有廣東話詩歌，咁一下子又唔可以製作到咁多逼到人哋創作噶嘛。咁既然你哋咁中意唱嗰啲外國歌、國語歌嘅時候，咁不如翻譯成為廣東話版本。用住先啦，起碼有一堆歌啊，咁樣，咁於是就喺網上面鼓勵一班人去翻譯啲詩歌廣東話版，即係好似90幾年嗰陣時，係啦 cover 咁樣啊。咁亦都叫做凝聚咗一班人，同埋訓練佢哋啊，即係嗰個技巧啦。咁所以就成立咗一個叫做 Canton Hymn 嘅運動。其實最初係運動嚟嘅，係鼓勵大家創作多啲廣東話嘅詩歌。
係。咁但係後來近年都 Canton Hymn 個字係點？廣東話嘅詩歌咯 ，Canton 咪廣東，咁 Hymn 咪詩歌，廣東話嘅詩歌。係一個平台。最初係一個網站，咁就邀請大家去參與咯。即係譬如我不如我哋翻譯呢堆歌，咁邊個認頭咁樣咯。然之後咧，可能有幾個人會翻譯同一首歌，最終我哋揀一個最好嘅版本咁樣咯。咁後來近年就多即係同曲。咁跟住就幾個人去，好似擂台咁樣，擂台咁樣你覺得邊一個就填得最好，就用嗰個，就用嗰個。咁跟住再唱，做嗰啲出碟啦，即係可能收集嗰啲作品之後。咁但係後來就係近年就因為大家多咗啲年輕新嘅團隊，佢真係原創歌啦，唔一定係翻譯。咁其實呢個歷史任務都完咗啦，即係唔需要再鼓勵人哋。你要翻譯繼續會翻譯，但係唔需要再搞啲咁樣嘅運動咯。咁就變咗。調翻轉啦，好似而家啲飲食網站咁樣，詩歌搜尋引擎啦 ，Canton Hymn 就變咗一個詩歌搜尋平台啦。即係你譬如諗到句歌詞，你唔知佢咩名，或者你諗到個歌名，咁你就想揾下 YouTube 邊個作歌詞咁你就可以好似一個搜尋引擎咁上去揾，就轉咗型啦。咁我想問下，同一般嘅流行曲嗰個版權有冇咁複雜定點？咁詩歌創作人梗係想多啲人唱，多啲人播越好啦，咁就冇咁緊張嘅，即係所以係寧願多啲人用啦，多啲人播啦。咁當然其實你想支持佢哋嘅運作，咁譬如話啲教會會用嘅時候，咁其實都最好係俾啲版權費啦，咁等佢有翻啲運作嘅費用啦。咁呢個咧就應該要講下 CMDA 係咩嚟㗎？因為我哋上次我哋詩歌頒獎禮咧就 CMDA 同埋 Canton Hymn， 即係其實都係同一班人嚟嘅。咁但係呢一個平台咧就類似一個版權機構。點解咧？就係當年咧坊間有一個即係流行鋼琴嘅網站，咁就係咁攞啲流行曲同埋啲詩歌嘅譜咧收集，然之後咧就收錢去俾人下載。咁就係一個盜版行為嚟噶嘛。咁好多基督徒即係可能會想用詩歌嘅時候，臨時臨急想要某首歌嘅歌譜，咁就上去 search 某歌名，咁就希望聽日可以用到啦。咁就只可以上網揾，然之後就去嗰個盜版網站。咁但係發現原來嗰個盜版網站係收藏啲盜版嘅嚟賣錢，咁就好唔妥當啦。咁就想告佢啦。咁但係發覺你原來冇一個單位啊，冇一個平台咧，你係唔可以對口去告人哋嘅。咁於是就不如咁啦，就 Anthony 咧就生一個平台，就係即係基督教音樂發展聯盟 CMDA。咁就係希望大家嘅音樂人啦、啲單位啦都拍呢個碼頭，擠啲嘢喺度。咁我哋有個叫做正版嘅版本啦，唔好話人哋盜版啦。我哋有個正版，你有正版先至可以鼓勵人哋用正版嘛。無論收錢又好，唔收錢俾人下載都好，咁就係一個可以賣歌啦、賣譜啦，甚至乎免費俾人 download 都有。唔同團隊有唔同做法啦。咁就有個平台，咁就慢慢變咗一個好似版權平台、版權機構咁樣咯。明白。咁跟住我哋都一樣啦。咁等阿 Clement 介紹多一首歌俾我哋。一路都講啦，咁好多歌我有 feel 嘅，都係一啲令我起雞皮嘅歌啦。咁我諗其中一首近幾年都好流行嘅就係避難所啦。其實我最中意衛詩去唱嘅一個版本，不過佢出嚟都未出到佢嗰個正式嘅版本，咁就聽住原始和聲呢個避難所。藏我在你的翅膀下，就在那裏，你用慈聲對我說話。白日太陽必不傷我，夜裏月亮也不害我。此刻只有耶穌作我的保障。藏我在你的翅膀下，就在那裏，你用慈聲對我說話。白日太陽必不傷我，夜裏月亮也不害我。此刻只有耶穌作我的保障。再一次呈現我心於主你面前，唯獨你能軟化此心，使我歡愉。
在世間再沒有別人可以奪去我的是誰，我的一切全屬主你，我的一切也都歸你。耶穌耶穌，找我避難所，你吩咐你的使者保護我，用你的雙手托着我。耶穌，你都知道聽到感覺到我的每個祈求每個禱告。耶穌，我只要你耶穌。詩歌有街，詩歌有街，主持漢陽。聽聞啦，詩歌有街咧，作為香港首個大眾媒體嘅基督教詩歌榜，最大嘅願景咧就係等詩歌嘅祝福推得更高更遠啦。你點樣睇非信徒都去欣賞呢啲詩歌嘅現象？其實咧喺外國咧，我諗漢陽你都知啊，即係喺外國可能係宗教歌啦，或者基督教歌，或者其他不同類型嘅歌咧，都有好多 fans 唔同人欣賞嘅。咁但係唔知點解香港就喺呢方面就比較落後少少，即係覺得詩歌就係教會啲人唱啦，就係基督教基督徒去用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兩個禮拜我哋都有提過一首叫做《愛是不保留》啦。咁其實呢首歌就算有啲非基督徒或者喺街度有陣時見啲賣唱嘅都會唱啦。咁佢未必係基督徒。咁呢首歌都算好多人認識啦。咁其實唔單止係呢首歌咯，應該好多歌都可以係咁樣樣，即係你覺得有意義啊。譬如話我哋播過嘅《有你愛我》呢首歌，咁可能你信上帝嘅，咁你會覺得嗰個你咪就係上帝咯。但係如果你未信嘅，咁可能你又就覺得有你愛我咪就係身邊愛我嘅人咯。咁其實都可以有 feel 嘅。咁亦都會欣賞可能詩歌裏邊一啲嘅鼓勵性啊，或者一啲嘅正能量嘅感覺咯。咁又或者可能係有時而家啲詩歌都有咗碟啊，又或者係 rap 噶嘛。咁其實只要你欣賞呢首歌嘅話，咁其實係咯，即係你係咪基督徒都唔係最重要咯。咁除咗詩歌有街之外呢，你主持嘅原味生活館同埋樹東78號都用生活話題、聆聽方式去接觸信仰。你覺得呢兩種方式邊一種最能夠打開現代香港人嘅心門呢？係咁，其實傳統一啲基督教節目呢，大家都聽得好多啦，嗰啲嘅套路啦方式，咁可能見證啊咁樣，咁但係可能有啲人已經覺得都係差唔多啦，都未必最有 feel 嘅，因為時代都唔同咗啦。其實之前我提過，我有位讚美之泉嘅 band 友牧師嘅師傅啦，其實佢最近都係成為咗一個院牧咁院牧即係喺醫院裏邊啊。院牧係啦，咁佢做咗大輪牧師喺教會裏邊，咁佢自己都話唔係咁樣嘅。我以為自己識傳福音，但係原來我去到做院牧嘅時候，哇！你見到個病人，你即刻同佢講信唔信耶穌，佢唔會睬你㗎。你最重要就係哇！我病到死下，你關心下我先啦嚇。即係其實人嘅需要係最重要咯。咁所以譬如我啲節目，譬如你生活館咁，都係同大家去思考下生活一啲嘅問題啦，一啲個人成長，你同人溝通嘅問題啊，同人相處嘅問題啊，婚姻啊、家庭嘅問題，咁呢啲就算你信唔信耶穌，其實你都需要知道㗎嘛。咁樹東78係啦，樹東78號就係可能一啲嘅生活嘅難題啦，即係譬如遇到即係好唔好嘅上司啊，又或者一啲出賣你嘅朋友啊，即係嗰啲都係每個人生活都會遇到嘅問題。咁我同我啲拍檔都會傾下，喂，大家有啲咩經歷啊？又或者鼓勵啲聽眾，喂，你有呢啲差唔多經歷，或者你有啲疑難，你同人相處好有問題，咁你會唔會想問下我哋？聽完之後我哋有咩意見啊？俾到你，我哋就唔係專家，不過我哋都多幾個人去聽下你嘅故仔，咁又或者俾多個角度你諗下，會唔會係咁呢？會唔會誤會咗呢？咁都係有專家去
去分享啦，即係譬如美生活館可能有啲即係對於生死教育或者係啲人際關係啊、家庭關係有專業嘅人去分享啦。咁呢啲就單向啲，但係樹窿78號我希望係可以互動啲嚇。譬如話有時有啲係點唱嘅環節，咁點唱嘅環節可能就憑歌寄意咯，即係將自己想同你身邊嘅人講嘅嘢，咁亦都可以分享。即係我盡量希望係啲節目係對聽眾係有共鳴咯，同佢哋生活有關咯。咁啊，其實真係仲有好多問題可以同阿 Clement 傾嘅，因為又第一次同佢咁長促膝長談，但係時間所限啦，希望下次可以再訪問阿 Clement。下星期同樣時間，星期日夜晚9點到10點，新城997資訊台詩歌有街。下一節我哋依然有今期嘅詩歌榜，當然都係阿 Clement 哥哥係監製。係訪問完之前，我又再祝阿 Clement 身體健康，日日開心，做多啲善事，榮神益人。咁麻煩阿 Clement 而家再介紹多一首你中意嘅歌俾我哋。係咁頭先有提過我哋嘅詩歌榜嘅詩歌頒獎典禮啦。咁我哋上一次去搞呢個頒獎典禮呢，其中一首喺現場度唱都好震撼嘅歌，幾十人一齊唱，咁亦都係嗰次嘅年度歌曲，就係1000次頌讚。因為點解幾十人都可以一齊咁有力量去唱一首歌，都係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親身去經歷呢個信仰，由心裏邊唱出個頌讚。頌讚主與聖父聖靈，高舉他至聖，歌唱讚美他，全能主宰最可敬，萬國萬眾和應。頌讚主與聖父聖靈，高舉他至聖，歌唱讚美他，全能主宰最可敬，萬國萬眾和應，定義高舉上帝聖名，萬國萬眾和應。
歌有街。